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6，箴言10章11到12节安尼讲：义人的嘴是活命的水泉，歹人的嘴藏强暴，冤魂掠去纷争，仁爱加砍隆重的过失。三个来祈祷，爱阮的嘴，亲像活命的水泉，无藏强暴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慈爱荣耀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是古早、现在、直到永远的全能者。主啊！你用智慧设立宇宙，用权能掌管世界，用丰盛的慈爱眷顾你的儿女。主啊！你的信实直到万代，你的怜悯永无变换，你的慈爱比生命较好。主啊！求你互阮的嘴成做活命的水泉，互阮所讲的话会通造就人、安慰人、鼓励人，互人得到医治甲帮助。求你保守阮远离喙中的强暴，互歹的话无对阮出。主啊！求你除去阮心中的苦毒怨恨，互阮依靠着基督的疼去疗愈，用疼来压榨过失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